619首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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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，咱向前行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。咱安静心，开始今仔日的敬拜。咱着倚靠信心，用信心听候所仰望的耶稣基督，听探信心的恩带，顺探主的旨意。兄弟姊妹，咱三甲起立来学罗咱的主，听探信心，阮欢迎你。听探信心，阮欢迎你。我欢迎你，你的心会温馨的我，把万邦的一切地上所爱，存上主心在这个我，看他信心，看他信心。上帝，主耶稣是万荣的王，是以马内利的主。咱就用欢喜上着跳的心来学咯，将咱的歌声透到麦斗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的君就是你，以马内利主心行。为你来赞美，天使甲天军全部在感应，当你也是温暖。当这听消息，欢喜袂孤单，感激为了称赞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
就是伊，伊嘛要你主心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。伊若是救主，为万民出世，大好比你世界。咱这一路路照顾甲伊，也你一直帮助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的领军就是你，伊嘛要你主心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。颂扬的陪我，我的革命，受压在地头旁，光辉的社会，最人的信心，享受自由不忙。万王的王，主的主，伟大的领军就是伊，伊嘛要你主心囝，咱着为你来赞美。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在美，因为记在你心间。细汉囡仔虽软弱，耶稣会听惜命命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心间。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伊有时有将天门开到你，我的罪看伊洗净，予你洗行入内面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心间。耶稣听我三当行，伫我身边免惊吓。我若听伊教路话，伊要带我去天边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心间。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主耶稣听我，有记在你心间。咱三个压头来祈祷，主被听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阮知你听阮，你听阮为阮来出世，带予阮毋茫。听阮为阮流出宝血，带予阮救恩。主啊，阮原本不配，你却听阮到安尼，用无罪来代替有罪，互阮无搁互罪来捆绑，互阮通甲你来相合。主啊，你是光，阮倚靠你就无伫黑暗中。你的话开力，互阮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免惊。主啊，求你信心即时来引带阮的路，你引带阮一生的道路，互阮无体贴家己的心意，只有体贴你的心意。主你踮阮中间掌权，伫礼拜的开始，阮献上阮的学乐甲敬拜，阮求主来接纳，求主来祝福
普天的子呐，奉你名来敬拜你的所在。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。阿门。咱将一切荣光拢归予咱的主。阿门。来，弟姊妹请坐。总是你有赦免的恩，要互人敬畏你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在听候，伫伊的话我有仰望。兄弟平安，咱即时请起立，咱来吟圣诗270首，着恬静，着恭敬。专心仰望。
济。咱来祈祷，愿阮恬静伫你面前，恭敬敬拜无煞。愿你帮助阮，今仔日搁再更新阮的心智，专心来听你的话，也要安尼来行。阮的身体、心神求主保守医治，阮的教会求主建立引带，阮的社会国家求主管顾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煞接咱掀开信息后壁面，启应文58篇，伊个1103页。启应文58篇，罗马书第8章，我来请兄姐来引。关系者的代志，阮要安怎讲？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。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？那安尼，啥人会当甲因定罪？伊已经死，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？是迫害，是妖恶。照圣经所记载，愿互人看做要杀的羊。因为我确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现今也是将来的，这声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对咱的疼。煞接青少体团体要来献诗，献诗是主，你是我的太阳。主，你是我们的太阳，满用慈爱、怜悯、恩惠、荣光。那些全心跟随你旨意、属于你的百姓，因你恩典的美好奖赏。主，你是我们救赎主，你既仁义公平掌权在这地，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能百姓身
我们单单敬畏你。在天上配得所有尊荣，主你的荣耀，领导全地上，在黑暗中照亮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。来颂扬，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，万民都歌唱，我们不再悲伤，因你是唯一盼望，我们同心宣扬，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。主，你是我们救赎主，你的仁义公平掌权在这里，你将你的荣耀倾倒在你大人百姓，使我们单单敬畏你。在天上配得所有尊荣，主你的荣耀，领导全地上，在黑暗中照亮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。来颂扬，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，万民都歌唱，我们不再悲伤，因你是唯一盼望，我们同心宣扬，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，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在天上配得所有尊荣，主你的荣耀，领导全地上，在黑暗中照亮，你是世界的真光，是永远都不会下沉的太阳。来颂扬，主你至圣尊名高举全地上，万民都歌唱，我们不再悲伤，因你是唯一盼望，我们同心宣扬，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。我们不再悲伤，因你是唯一盼望，我们同心宣扬，耶稣你是永远的真光。多谢青少客美好的歌声。煞接，咱来用主祷文做今仔日的祈祷，请兄姐起立，来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
日互阮赦免阮的过污，亲像我也赦免过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死，就叫阮远离遐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亲。阿门。请坐。接着，咱来掀开圣经。圣经记载伫罗马书第8章第6节到11节。罗马书第8章第6节，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佮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得上帝，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袂会降服。佮伫踮伫肉体的，袂互上帝欢喜。独独上帝的神，若徛起伫恁，就恁无踮伫肉体，是踮伫神。无有基督的神呢，毋是伊的人。基督若踮伫恁，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神因为义活。独独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恁。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，也要将伊的神，就是徛起伫恁的，互恁未死的身躯搁活。续接，法牧师正道。正道的题目是如何讨上帝的欢喜，咱仔细来听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必听阮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今早起三角学乐敬拜。主你赐予阮，无论年轻也是年长。阮伫上帝你的面前，同心合一来学乐来敬拜。主，阮献上感谢，因为上帝你是阮生命的亮光。检采阮有的时阵踏入伫黑暗，拢是主你要互阮重新出发，互阮的人生来看见主你伫阮所信的真光内底，互阮心内无搁有黑暗，通行伫光明中。主，阮当献开上帝你活命的话，你的话成做阮骹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戆人通达，互阮过去所做愚妄的代志，阮通搁一摆来悔改，伫主你的面前蒙恩得福。阮献上感谢，恳求上帝你互阮讲的甲听的，平平对主你来得到祝福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今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。安怎讨上帝的欢喜？如何讨上帝欢喜？上帝有欢喜你无？我相信是有，因为当咱早起这个礼拜日，逐人拢会想讲困晚晚，但是你会决心讲袂使，我今日安休日，我爱守主日，所以我爱来到伫礼拜堂，搁较安怎着练钟甲寄一个时间。至少嘛，寄到8点迄若是8点起来对少年人来讲真困难特别是礼拜日的时阵。但是今仔日咱的青少年，因毋是8点，因的练钟毋是寄8点应该凡是寄7点半，因为因伫礼拜前阁有锻炼诗歌感谢主，让我们的青少年他们在准备今天的献诗，他们附上。他们在这一切的服侍，阮甲因拍鼓仔者，好无？愿荣光归伫上帝，愿荣光归伫咱的上帝，阿免。讲到这个题目，安怎讨上帝的欢喜？其实你拄圣经节的时阵，迄个圣经节一直咧出现一个关键的词，叫做肉体。你讲肉体，毋着咱这个皮肤内底迄个肉，迄个叫做肉体有个人嘛是感觉讲奇怪，罗马书一直咧出现身躯、肉体一直咧出现，每一个解说敢若无一定的解说啦解说了敢若拢无啥
无啥好势。这差不多得要20冬啊啦，得要20冬啊吼。我伫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，迄个时阵人抑阁足济吼。迄个时阵，阮来参与伫遐带领遮个大专中正团契遮个学生做伙读圣经。当咧读圣经的过程中间，大学生伫遐自由来发言，自由来分享，互因讲出因家己对圣经安怎看，看了后有啥物款的要义，有啥物款找求的答案。所以，阮去到迄个圣经神学研究班吼，迄带领我迄个时阵是新学生的身份去带领，拢爱赶一沓的册吼，因为你若有问题，你家己会当先抄找遮个注解的册。你若有问题，你会当先看圣经，毋免先对人咧讨论、咧分享，先找求答案。所以伫遐产生一种足好的一个研究的精神，因为用一礼拜的时间，用一礼拜的时间读一卷的册，有一届读的就是罗马书。即摆读的即个罗马书的过程中间，罗马书总共几章？咱来讲，罗马书几章？哇，总共16章吼，总共16章吼。哦，啊，今日拄好去甲咱问着啊吼，对吼，我圣经读到遮久啊吼，罗马书16章，第1章甲第16章，所以每一章伊有伊的主题。检采伫第8章的中间，提起着即个关键的字，肉体甲身体。当咧讲即两个关键的字，遮个大学生就开始咧问啊，奇怪，即个新学生迄个时阵拢叫董旭哥啦吼，即个是安怎来解释啊？哪会看拢无吼？即个保罗哪会一直讲肉体，一直咧讲身躯？所以当因有即个问题，当因有即个疑问的时阵，因第一项毋是先问我讲我无法度甲你正确解答，但是你会当看参考的来找求即个其他的读圣经读较有的注解的册，才会圣经学者权威的解说。所以权威也是讲圣经学者解说讲安尼，讲欢喜伫罪内底行的一个器具，而且愿意降服伫罪到一个程度。所以所有的形式伫遐犯罪，伫肉体中间来展现出来，这就是肉体，这就是身躯。那照安尼讲，肉体甲身躯咧表达一项就是，迄是有罪伫咧人的中间，而且无改变。那安尼的时阵，咱要来了解今仔日圣经。今仔日圣经足侪提起着肉体甲身躯，遮个意思，敢照伫咱的圣经学者是安尼来解说吗？今日圣经节，咱伫第8章的所在，你若有印象吼，顶礼拜吼，迄个李弟牧师咧男神的复兴主日，主题叫做啥物？哇，一礼拜久啊吼，无简单啦吼，认捌家己自我认识啦吼，自我认识就是讲，知影我内底是啥物款来组成，毋是讲五脏六腑啦，毋是讲咱即马开刀去挂倒位去迄个手术倒位，毋是即个意思，是迄个较抽象的，讲我的内底上帝建立的是啥物？检采一项，即个顶礼拜你伫听讲道的时阵，毋知影即节圣经节有甲伊暗念，有甲记起来无？我邀请咱做伙来读的时阵，你着甲记起来，甲暗念起来。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好，到这。
我愿意讲，我要去做呢。哦，迄足好诶代志呢。整济送乡人去因厝诶探访，看伊啥物需要，我甲伊开钱甲买，啊，交代伊讲，即个咱有一句话讲安那，不要只有给他什么钓竿，要教他钓鱼啊。迄袂晓煮食，我搁甲伊教要安怎煮食。好，咱做甲安尼吼，啊，最后人安怎想？做善事，做好诶代志，其实人伫遐所陪伴遮个事诶时阵，有诶时阵嘛行到伫迄个无好诶目的。你看新闻咧报吼，足侪人讲，哦，我是某咪大善人，我整济某咪人吼，我一世人诶所得捐互啥物单位，摕到啥物一个？你听到新闻咧报，其实就毋对啊啦。伊是咧博得名声地位、他人的敬重，伊咧趁人的名声地位，人甲尊重，讲哇，即个足够的，即个足好的，即个大善人。耶稣讲啥？倒手做的，莫互正手知，是倒手还是正手？圣经在讲倒手还是正手？哦，迄毋通到时阵记毋着伊呢。倒手做的毋通互正手知，无所以讲毋对啊，是正手做的毋通互倒手知。哦，安尼表示讲你阁有精神，然后开始毋好拄久去啊。所以上帝要互咱知影，咧行好事安那，毋免对人偏颇啦，毋免甲人讲啊，这我做啥物好诶？哦，我做规世人诶，我一项一项安尼做，我去某咪人兜吼，看到伊需要，我就安怎甲陪伴。在我里面没有良善，伫我内底无迄个良善，无迄个家己愿意去行的，只有圣神甲阮感动的时阵，我才会当去做。咱讲佛教咧讲啥？做功德，做功德，即个做功德了后，迄个福报啦吼，因讲福报啦吼，迄是归伫啥物人？归伫家己啊。所以福报归伫家己。啊，敢有影做功德？奇怪，哪会做的拢安那？做的拢家己得着吼。所以其实这咱互家己嘛有一个了解。基督教信仰内底咧讲做好事，伊讲正手做，倒手毋通知啦。所以意思是啥物？意思是讲你所做的好，毋是要偏颇互人了解的。检测你家己本身是无法度靠家己来做好的，所以对安尼的一个背景，保罗伊要来讲起信仰，要互咱了解讲人需要安怎得到上帝蒙恩接纳。咱一个真有名忏悔改认罪人物叫做奥古斯丁，伊咧讲人的罪恶伫倒位？检视伫咱即个身躯的内底，伫头毛，也是伫手指头啊，迄个内底所行所做的，哦，伊咧讲人犯罪，娶做太太吼，迄个毋若是娶一个，娶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，搁伫遐偏颇讲，好，阮兜吼一个太太甲我同房无够，我一礼拜爱过来个吼，即种偏颇的吼，即马世俗的价值观。对伫这大家会兴盛的，做的太太，哦，迄个查甫足幸福的，拍有影，迄个较有咧幸福，我才无相信。开人的，这当然咱知影，迄杀人定罪，这咱了解。这事有用遮个野兽的吼，是毋是会当立做义人？奥古斯丁提出的这个疑问，伊遮个疑问中间，伊的感觉是啥物？那亲像针咧，甲伊刺插，讲哇，这会互我的心内底感受到非常的艰苦，就是听到因咧讨论这明明就是无需要讨论，咱伫上帝面前就爱悔改，讲主啊，我是有罪的本体，当时这个骗子，这个小狂的人吼，对伫这个事吼，对乌的要讲做白的啦。所以当安尼咧听的时阵，奥古斯丁伊心内底感觉七上八下、忐忑不安，迄心内足快乐的，
看入什物？伊讲我背真理啦，伫遐掠准讲这是真理，我毋知影迄是恶，但是迄是欠善，欠缺迄个善的部分，就是恶。所以对安尼通讲，迄个人若无法度家己做好，亲像保罗所讲，伫我的内底无有良善，这是啥物意思？其实内底讲就是空空啦，内底是空空的。我毋知影你信主了后，你的时间、你的生活、你内底所存的检采，毋知影是毋是愈来愈空虚？若是安尼的时阵，我伫遮来鼓励你，你爱开始目睭毋通甲看家己啦，爱往外口，爱往你身躯边的兄弟姊妹来看，看到因的需要，看到因的生命中间，你会当斗相共什物？伫遐内底是空虚无物件的时阵，其实你无了解，因为你的目睭、你的眼光无看伫身躯边，无看伫上帝的话，检采迄个充满伫你的生命的时阵，上帝的话充满伫咱的生命的时阵，你就开始咧想讲，对，主要互咱去传播好的消息，主要互咱来对人来行好，是我靠信心的大规律。当信心的大规律一项是咱知影读上帝的话，另外就是咱定定咧祈祷。当你还未讲真有胆量，也是讲咧准备讲要行好的时阵，我看到阮厝边兜，迄个细囝遮细汉，爸爸妈妈敢若收入无介济，所以逐顿迄毋是会当食甲足好势的你敢若知影安尼，甲伊关心了后，咱讲耶稣爱咱做啥物？人的好厝边，所以自安尼开始。一站一站咧，甲人祝福，你就会开始发觉讲，你的生命开始充满了种种的代志，因为这毋是你的事，是别人的事，伫你的面前，你会当甲伊斗相共。报告书中，伊对伊的家己的生命悔改来想讲，做伫上帝面前，要得到洗清，总是伊有罪的本性要求。不时咧反省、忏悔、悔改，感觉讲，即个搁较安怎忏悔、悔改做，迄个时代是到伫神父，也是到伫主教的面前，因有一个告解室伫遐咧讲神父，也是即个主教，我内底是有罪的，我内底即个有罪的本性，伊咧反悔，伊咧告解。但是几啊摆安尼咧做的时阵，伊的生命拢无法度得到讨放，伊都感觉讲伊的罪有缘，甲伊绑掉，甲伊束绑咧。所以当安尼的时阵，伊写即本册，最后伊的体会是，圣神才是真正，互伊对遐个罪恶中间得讨放，真理互伊得到自由的真实的快乐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今仔日圣经在咧帮助咱。今日伊讲体贴圣神的，会当得到的是生命甲平安。检采伫即个台语汉字本是活佮平安。体贴即个字，伊伫原文的意思叫做全心思想、强烈的追求啦。所以你强烈追求的时阵，你若照伫肉体，照伫迄个。所追求属伫咱家己的，最后的结果是面对死亡。总是照伫圣神，你强烈去追求圣神，甲你同在，强烈去思想，专心去想的时阵，迄个所追求的就是生命定着伫上帝面前，而且阁有上帝所想事的平安。约翰福音第4章24节。咱知影耶稣甲撒玛利亚妇人人安尼讲，讲上帝是灵，所以拜的就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伊。当今日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伫遮咧做主日礼拜的时阵，你的心灵还阁伫咧困眠无？
你犹阁伫咧遮无？还是你即马心内咧想讲啊？等下我下晡吼，啥物计划要去倒位？上帝是神啊！伫遮拜伊，请你着用心灵甲诚实，专心注目看伫主的荣耀。所以主帮咱，互咱知影讲，当咱安尼逐主日咧祈祷，逐日咧跟对上帝的路站，迄个生命甲生活开始改变。第一，你改变的是啥物？对今仔日开始，对安息日的时阵，你着甲逐人无共款啊。可能你身躯边无信主的人，着讲今仔日早起要创啥？心内底懵懵渺渺，毋知要创啥。但是你真定着，来到伫遮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拜上帝。当这个改变开始了后，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你会开始讲对吼，今日我敢若还袂读圣经吼，对吼，今日我敢若还袂祈祷吼。咱的细囝嘛是安尼来教育的，咱的细囝嘛是对安尼来学习的。讲爸爸食饭爱祈祷，阮后生拢会甲我讲。爸爸，我来带大家吃饭的祷告好吗？我只公囝吼，伊才3岁尔呢。所以当安尼，咱咧体会着讲，上帝要帮助咱，是咱每一工面对着一项的改变。迄个一项的改变，互咱的生命通对上帝。当时即个对主的改变，毋是干那一步一步咧改那定。迄个信心的大开力，是互咱完全。迄个生命就扭转过来，迄个改变是全面的。保罗的生命，互咱真清楚看到，因为当伊咧对主耶稣了后，咱看圣神的大开力，伫使徒行传第9章，咱知影迄个记载，保罗伫大光内底，伊本底是迫害基督徒，然后变成做上帝所差遣。传耶稣基督的宣教师，强烈追求圣神的，你会对本底是做人人敬重律法的教师，伊是加玛列门下，伊若是人行善，人人敬重，本底伊是足好势，但是因为主的关系，因为正做耶稣传耶稣的，所以后来受掠。犹太人讲。即个是传耶稣的，紧甲掠起来。保罗伫遐落家，而且伫家落内底体会上帝要安怎带领伊。这毋是伊本地舒适的即个生活圈啦。头拄我举即个例，奥古斯丁即个主教，伊后来的生命就是伊正做主教，伊甲一般岛的主教性质人员无共款。伊甘愿入去到伫迄个刻苦的内底，伊讲我要修道，我要修伫真理内底，我要安怎来做？所以保罗甲奥古斯丁因体贴圣神，对圣神有强烈的追求的时阵，因恳求上帝，互因的心内底、心灵内底得到平安甲活命。因毋是去上课啊，因毋是去将迄个课程讲。我拜一要上啥？拜二上课是上啥物？总是咧，这是咱即马现主时咱所需要的，因为咱犹阁毋知影的时阵，咱需要去了解，需要去学。总是需要去学的中间，咱会体会一项事：耶稣基督，伊为着你我受苦的生命，有逐日伫你的内底无？有逐日伫你的内底体会着讲，耶稣真正。伫伊的苦难中，互我感受着讲，迄毋是耶稣应该所经历着。头拄咱咧敬拜的时阵，敬拜即个芳玲姐妹有讲一句话，讲耶稣是无罪代替咱有罪的人。当安尼的一个角度，你换一个角度，徛伫耶稣的眼光来看，是安怎？咱着看讲。我本身若知影讲，我毋免伫遐为着我的罪，伫即个审判台前讲我有罪，但是我甘愿代替遐的罪人。耶稣毋免做遮的，
总是天父上帝的旨意，所以伊讲我愿意受苦，迄个苦杯我愿意啉。这是耶稣伊的性命。体贴圣神，哪会遮尔困难？较无要强烈去追求圣神，哪会是遮尔无容易的一项事？检采咱讲圣神的即个同在，圣神咧追求的中间，咱是对咱本身来出发。对咱本身出发，可能拢有困难，因为体贴肉体，这是人的本性。这个人的本性，咱若讲今仔日因为圣神的同在，但是咱人有软弱的时啊，总是爱考虑着家己。中世纪有一个宗教作家叫做 Kempis， 这个人伊咧写作一本册叫做《效法基督》The Imitation of Christ。这本册中间伊咧讲起讲要安怎学耶稣基督。伊学耶稣基督是咱人学得来脱离肉体，无体贴咱的情，无体贴咱的欲望，这个是有困难的。但是无法度安尼行的时阵，咱讲肉体也是检采身躯，才会咱人的本性无法度脱离的时阵，咱只有做一项，就是全心注目咧看耶稣基督伊所行所做，伊所传的言语。当安尼的时阵，用这成做咱生命甲生活的准则，用安尼咱来面对着讲，我对伫遐个欲望，对伫遐肉体所想的，我无法度脱离，但是至少我的方向莫往遐，我的换一个角度来看耶稣。当安尼的时阵，咱会体会着咱的生命渐渐咧改，一天一天咧经历着改变。用读经，用祈祷，伫生活中间，咱有快活，咱有舒适圈，咱有享受快乐。但是求主帮助咱，求主帮助咱是当咱即马咧同做经过这大灾这期的时阵，咱也体会着迄个禁止咱的欲望，禁止咱生命中间所爱、所求的、所讨的，咱暂时甲放下。换一个角度注目看耶稣，这是即个作家伫遮来提醒，伫遮互咱来得到帮助。总是圣经在继续对咱讲话，基督若伫恁的心内，身躯就因为罪来死，心灵就因为义来活。就算讲咱已经受洗礼，神学家对咱讲基督徒你已经领受洗礼，但是你若今仔日讲我放荡，我无要留点伫教会，我若是去到伫外口面，感觉迄个生活真快活，有可能咱会失去救恩，有可能咱会因为讲咱无经历到逐日的信仰的生活，咱就失去迄个救恩。有的时阵人一句话甲咱刺杀，有的时阵人一句话甲咱吐槽，嘿，咱心内底迄个受气啊，遐个就出来。你若经历着伫信仰内底，若操练，若互你的生命改变的时阵，你会开始祈祷，你会开始讲，人迄句话对我来讲，我无看伫人的眼光，人安怎看我，迄交代互上帝，上帝安怎看我才是要紧。定定我有即个机会，就是看到讲，无论是即个咱的兄弟姊妹对我的评论，也是即个教会以外，咱讲咱伫即个社会，伫即个世界，咱对伫迄个 App 吼，对伫迄个 Google Map 去敲找罗州教会吼，你毋知影有看过迄个评论无吼？若是迄个评论讲啊，即间教会牧师吼也袂甲人拍招呼啊，遮个同工吼，吼，敢有即款的评论？你毋捌看过吼？但是我曾经捌伫迄个中间伫遐跋倒，讲人的评论哪会对我遐刺杀，互我心遮尔受伤害。但是久长的祈祷的中间，久长伫主的面前讲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
我即摆会当暂时无看遐个。主目讲，主啊，我干那要爱你，看我安怎？主啊，我干那要爱你，知影我是伫罪，知影我是虾米款的人，毋是其他的人所评价，其他的人因所评论的。亲爱兄姊妹，常时伫咱的生命中间也是共款，人安怎讲你？人安怎评论伫你的生命，伫你的身躯顶，将是将伊放下。主目看上帝安怎看你。当安尼的时阵，咱心内会得到透放；当安尼的时阵，咱会活伫耶稣基督的内底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心灵会因为义来活。一摆我牧师娘一个真深刻的经历，真深入的经历是，伊安怎体会到为主来活，安怎体会到无带量人的评论，安怎体会到圣灵为着义来活。伊一摆参加咱周间的祈祷会，毋是伫咱遮啦吼，是伫即个差不多一冬前伫美国的时阵参加祈祷会，周间的祈祷会。即个伊头一届去的时阵，伊也真戆影吼。迄个去到遐吼，毋是咱用椅仔吼，逐人坐咧遐吼。祈祷会吼，每一个人分一个迄个厝咧吼垫子吼，毋知影这要创啥吼。厝的迄种垫子吼，厝咧，原来因开始进入讲诗歌唱了后，要分组，逐组差不多3、4位安尼吼。开始围做伙的时阵，因讲阮要开始祈祷迄骹头虎就跪落安尼，骹头虎跪伫迄个垫子顶面迄个垫子是互你骹头虎莫伤受伤的。但是迄个一个跪落，你想讲祈祷偌久的？15分钟差不多吧，30分钟差不多吧？无一个祈祷落差不多1点钟跪咧遐咧祈祷。跪咧遐祈祷，咱就讲祈祷，咱求上帝帮助咱家己无呢？每一个人出声祈祷的时阵，每一个人祈祷拢是替人咧祈祷，无求家己的事。有师娘伫遐足感动的，所以我倒转去到美国要接伊倒转来台湾，正前伊甲我分享即个事，我嘛足感动的。主啊，什么时阵我会看到即款的祈祷会？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什么时候祷告的时候，不是为自己求，而是每一次你跪下祷告的时候，是为了你旁边那个人的生命，为了他生活上的欠缺来祷告。我伫迄个中间会感动，虽然我迄个时阵伫咧台湾吼，无亲身参与，但是牧师娘安尼讲的时阵，我就讲会奇怪呢。即种祈祷会，我哪会遮久无参与着？我讲，牧师娘我无参与着，足可惜的。安怎来做？圣灵为着义来活，就是你无搁看家己，肉体的另外一个翻译，伫咱即摆即个汉字本的圣经，伊翻肉体，但是另外即摆已经修订的即个台语汉字本，已经改过的即个汉字本，伊翻本性。为着你家己的祈祷，你是毋是会当将时放下？你伫祈祷会，也是伫逐日的祈祷中间，迄句话讲，我有将你的代志下咧我的祈祷中。这句话说：“我将你的事放在我的祷告里面。”迄毋是干那比重顶面吼，毋是讲迄个代志我有小可提起，但是大部分也是为着我家己祈祷。毋是呢，是你全部祈祷的内容，毋是为着家己咧祈祷。求主帮助咱，即个是安怎来操练会到咧？是安怎来做甲到会当安尼来做咧？基督若活伫恁的心内底，基督若点伫恁的心内底活，伊要安怎来活？生神因为义来活。所以伫耶稣的内底，迄个搁活的灵点伫恁的内底。基督耶稣对死搁活的大气力，要帮助恁的确死的身躯就搁活起来。咱的身躯也是伫圣经节所讲的，咱的本性，咱的这个生物体吼，生物体就是咱
咱讲咱伫医学上，什么叫做死亡？医学上死亡无搁喘气啊嘛，心脏无咧跳啊嘛。但是迄个死亡，咱要安怎搬过迄个？咱要安怎活出一个搁活的生命？检采毋是讲咱的喘气会继续，检采毋是讲咱的心脏会继续跳，但是你的所行所做，你安怎对耶稣会搁留伫逐人的心内？所以咱的生命会搁活，咱的生命会永远活，因为逐人拢会记住你安怎咧服侍上帝。耶稣基督伫你的生命安怎产生这个改变？身躯行往死无，这是唯一的路。但是这条路会当活长身，这个唯一逆转的方法，就是依靠耶稣基督。我靠上帝的独生囝，使徒行传讲，除了伊以外，无其他的拯救，无别项通救咱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当知影这个拯救的时阵，咱毋是干那讲哇，今日某米人艰苦，咱替伊祈祷若定。咱爱继续努力来鼓励伊讲，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活伫你的心内底，毋免惊，勇敢壮胆去面对着，无论是你逐种的病痛，人的病痛会互咱感受到痛苦，但是你超过迄个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伫你的内底，迄是永远活的。结论来讲，咱要安怎讨上帝的欢喜呢？这项我留一个空白，因为我本底想讲要来甲咱问问题，要来问这个问题，引带咱要安怎想上帝要安怎欢喜咱的生命。但是我想头拄仔讲道片已经甲咱讲差不多啊。结论是咱要安怎来行来做，参甲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今早起所领受上帝你的话，成做阮信仰的准则。也帮助阮改变生命来跟对你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多谢牧师的正道。续接请兄弟起立，咱来吟圣诗165首全首。你的路。
接咱来奉献，请东刚来直线。请咱起立。煞接，咱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。台语版请读2遍。请读读，予耶稣对死人中过活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你，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过活的，也要将伊的话，神就是徛起伫恁的，要互恁有死的身躯过活。读读，互耶稣对死人中过活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你，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过活的，也要将伊的神就是徛起伫恁的，互恁为死的身躯过活。罗马书8章11节。煞接，请问今仔敢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？好，咱煞接来报告，请掀开咱的周报。本会消息第1点，本会信德奖学金就是学生爱出席率要有2/3以上申请到今仔日10止，未申请的请赶紧来申请。第2点是每礼拜3的暗时8点的读经祈祷会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，来读圣经守望教会。这礼拜的进度是创世纪11章。第3点，3月29就是后主日，是中秋主日。这个礼拜是耶稣受难周，请信徒伫这个礼拜期中间安静的心，甲主同受苦难，尽量避免宣发是游乐的行程。第4点，4月初3是拜5暗时8点，伫西里区的7间教会。就是有信义、成功、三公、灵义、八里、中兴、甲咱罗州教会，以及家人的公州长老教会，也伫本会礼拜堂来举行，就咱日的联合圣餐祈祷会，为着正教会的福音需要，同心来祈祷，伫十架前来献心，邀请兄弟踊跃来参加。第5点，4月初5礼拜日，搁活一个礼拜。主日上午7点，
伫本会1楼停车场广场内举行朝阳礼拜，纪念伫透早时前往耶稣幕迄个福临人见证主耶稣已经阮死内面国活，邀请兄弟来踊跃出席。第6点，4月初5礼拜日的国活节赞美礼拜，就是联合礼拜9点开始，请大家一齐来敬拜、庆贺、领受救主国活的性命甲愿望。兄弟，请以恭敬的心来预备个人的感恩奉献。第7点，4月11号拜六上午9点到12点10分。台北中会传道部举行初阶中级训练会，报名到4月初5，请中级同工踊跃来报名。第8点，就是咱礼拜后1楼的联谊厅的碰椅的所在，是新人接待的所在，请兄弟来礼让座位哈。团契的消息，上年团契今仔日大语礼拜结束了后，伫教会1楼要举行例会，遗体相通的部分，伫玉君节、佩瑜节、义巴兄、来巴兄、春梅节、美琴节、春兰节、素桂节、来生兄、彩荣节、甲富美节，请咱伫咧咱的祈祷中来纪念，咱来为着世界的和平来纪念。接着，咱来唱咱的改编诗圣诗619首，请起立，咱请念2遍。祝福，上帝是真光，行伫光明中，无阁有点伫黑暗。愿天父上帝光照恁，赐恁平安。愿圣神甲恁同在，互恁行到的所在，拢有主的光咧照因。愿耶稣基督牺牲救赎十字架顶死搁活的大快乐，甲恁同在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们。